5000块要4000块，拿去害我涨。现在这个涨翻天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相信我，每一个叫卖场叫出来跟你讲说鳕鱼这真是涨翻天的，但事实上是真的啦。大家都别个就哑巴的啦，为什么？都无自看，有炸就好啊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直接跟你们讲成本多少钱啊？这我成本哦，这种好些的，因为伊来讲伊的物件是品质好啦，所以我无想要换啦，这东西品质好就好了。来，这3个，1000好不好？这个好你的。这个够好你啊！你外口无啥，安尼是1000块的价钱。来，2、4、6，这个够你，这个够你，1000块，这我的成本啊。来，来，还有人要吗？这比目鱼基本本身叫鳕鱼，爱叫比目鱼，不然会被罚钱。